大家好，我係中原地產熱心花，我係 Kenny，今日為大家介紹嘅環宇海灣嘅8座 D 單位，即刻帶大家睇下。客廳嘅窗外景觀望翻荃灣嘅市景，跟住就係客飯廳嘅位置。然後就係廚房，入邊設施一應俱全。廚房外邊會有個工作平台。然後就係洗手間，入邊都保持得非常之乾淨潔淨。跟住就係第一間嘅睡房，然之後就係第二間嘅睡房。